上海菜一向都俾人哋一種老派傳統嘅感覺，但係食上海嘢唔一定要好老派啫，食得 modern 啲都得㗎。呢間位於九龍灣德福廣場嘅上海館就係走型格摩登路線，店裏面嘅設計參考咗上海舊有嘅建築，少不免感染咗一啲法式嘅情調。雖然呢度冇經典嘅紅燒獅子頭、砂鍋雲吞雞等等，不過你聽我介紹完之後，你就知道呢度嘅食物有幾特別㗎啦。呢款就叫做外婆肉燒賣。用燜上8至9個鐘頭嘅外婆肉切粒，再以豉油、紅燒汁等等熬成嘅醬汁，混和糯米一齊煮，米飯索盡晒肉嘅精華，齋睇都已經唔捨得食啦。跟住呢款就係叫做老乾媽炒年糕，夠晒辣、夠晒野味嘅老乾媽辣椒醬，再同埋煙煙韌韌嘅上海年糕一齊炒，相信佢嘅口感，我講俾你聽，你都 feel 得到啦。跟住有非常之香脆嘅風沙小黃魚，每條魚大概100克重，擺落個口啱啱好成條擺得晒，肉嫩鮮甜，而且又脆薄薄，冇得頂啊！食嚟食去都係肉咧。呢款豆漿勝瓜就啱晒啦，勝瓜同木耳用上有機豆漿浸煮，清甜得嚟又帶豆香，食落一啲都唔寡噶。夠啦，咁快食甜品啊？冇問題，呢度有個南小館甜甜拼，中西合璧嘅甜品拼盤。分別就係可以揀2款軟綿嘅奶凍，同埋2款傳統嘅上海甜點。嗱，我個人嘅推介呢就係桂花蜜拉糕，食落口有少少酒嘅香味，好醒神噶。